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說書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，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哥林多後書13章5節。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，也要自己試驗。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，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？有一個人佢身體出現各種問題，大家都為佢禱告，但係好多年過去，問題仍然好嚴重。於是呢個人傳福音嘅時候唔再好堅定，因為佢擔心其他人會問：你嘅神唔醫治你咩？道理上佢明白信主唔代表免於苦難，但係實際生活當中佢嘅知識同埋情感脫節。佢講到：我發現我從前信嘅並唔係聖經所啟示嘅神，而係憑住一知半解加上喜好同埋期待，自己喺腦袋當中構建出嚟嘅一套信念。喺聖經當中記載嘅以色列人都係咁，佢哋覺得自己係選民，比外邦人更加公義。但係神透過先知告誡以色列人，佢哋所做嘅唔討神喜悅，神嘅恩典都臨到好多嘅外邦人。我哋作為基督嘅跟隨者，我哋時常都有優越感，覺得我哋理所當然過得比未信嘅人更加平順，繼而有資格為佢哋提供答案。直到我哋喺苦難當中發現自身難保，甚至乎都提供唔到，先至開始省察我哋嘅信心，睇到我哋並唔比其他人更加聰明，更加剛強。唯一嘅唔同係神竟然恩待我哋，救我哋脫離咗罪惡，賜俾我哋永生嘅盼望。唯有咁樣，我哋先至可以以蒙恩者嘅態度向人傳基督嘅救恩，令到神榮耀嘅恩典得着稱讚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省察自己嘅信心，以致我哋見到自己嘅軟弱，見到你恩待我哋，更加求你幫助我哋，值得以蒙恩者嘅態度向人去傳你嘅救恩。榮耀天父你，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不動搖的信心。